同理心同埋陪伴關懷，學做暖心伴侶，實踐同理心與陪伴關懷。今日就等我哋嚟一齊學下做暖心伴侶，學習點樣用同理心同埋陪伴嚟到關心身邊嘅人。等我哋一齊嚟到發掘呢一份溫暖嘅力量啦。乜嘢係同理心同埋陪伴關懷呢？簡單嚟講，同理心就係將心比己，用心去感受對方嘅感受。陪伴關懷呢，就係用行動陪喺身邊，等對方唔使孤單。佢唔係可憐對方喎，唔係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咁可憐人，而係平等咁理解對方啫。佢唔係理解問題啊，佢唔係一定要去幫人解決問題嘅。有時候陪伴已經好足夠。佢係心靈相通，嘗試代入對方嘅處境，感受佢嘅心情。佢係無言嘅支持，即使唔識講嘢，靜靜咁陪伴已經好有力量㗎喇。聖經羅馬書12章15節咁講：與喜樂的人要同樂，與哀哭的人要同哭。嗱，所以同理心同埋陪伴呢，就係好似落雨擔遮咁，唔使講好多嘢，靜靜雞遮住對方，已經好溫暖㗎喇。舉例就好似你隻腳好痛，有個朋友呢，佢唔係淨係咁講話睇開啲啦，睇開啲啦，而係話我明白你好辛苦，我之前都試過，然後就陪你去睇醫生。呢一種呢，就係真正嘅同理同埋陪伴啦。點解要有同理心同埋陪伴關懷？點解我哋要學習同理心同埋陪伴呢？因為呢個係主耶穌嘅榜樣啊，能夠帶嚟美好嘅果效。第一，呢個係主耶穌嘅榜樣，主耶穌時時咁體恤人嘅軟弱，我哋學習跟從佢嘅腳蹤行啦。第二，帶嚟真正嘅安慰。有同理心嘅陪伴，能夠俾人真正嘅安慰同埋支持㗎。聖經哥林多後書1章4節咁講：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，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第三點，建立深厚嘅關係。有同理心嘅關懷，能夠建立更深嘅人際關係。而第四點就係成為別人嘅祝福，你嘅陪伴可能正係別人黑暗中嘅一線光。簡單嚟講，同理心同埋陪伴就好似煲老火湯咁啊，要有耐心，要有時間，咁先至夠火候。放心啊，一定好滋潤人心嘅。點樣可以實踐同理心同埋陪伴關懷啊？咁實際點樣可以實踐嘅呢？咁我哋記住暖心三式啦。第一式，用心咁聆聽，放低你嘅手機，專心咁聽對方講嘢，唔好分心，唔急住回答，等對方講完先至回應，唔好急住俾意見。身體語言、點頭、眼神接觸，顯示你係專心咁聽嘅。第二式啦，就學習同理，嘗試明白，問一下你當時感覺係點啊？幫助理解一下佢嘅感受，接納情緒，允許對方表達情緒，唔好話唔好喊啦。分享你嘅經歷，適當咁分享你自己類似嘅經歷，等對方知道你明白。第三式，實質陪伴。靜靜咁陪伴，有時候唔使講嘢，靜靜陪喺身邊呢，都已經足夠㗎喇。簡單嘅行動啊，陪下佢飲茶，陪佢覆診，幫手買餸，持續咁關懷，唔係一次過，而係持續嘅關心同埋陪伴。聖經加拉太書6章2節咁講：
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嚟到實踐小貼士啊，由細開始，從關心一個身邊嘅人開始，量力而為，按自己能力去陪伴，唔好勉強。學習開口，學習講我明白你感受，我喺度陪你。為人祈禱，為你陪伴嘅對象祈禱，求神安慰佢。暖心小練習，今個星期我哋嚟試做下，專心聽一個人講嘢，唔打斷佢。同有需要嘅人講，我明白。陪一個朋友飲茶或者散步，為一個正面對困難嘅人祈禱。我哋總結一下，各位老友記，同理心同埋陪伴係一份好寶貴嘅禮物。從今日開始，我哋就一齊學習做個暖心伴侶，用理解同埋陪伴嚟到關心身邊嘅人，等世界因為我哋多一啲溫暖同埋愛啊！記住，一個溫暖嘅擁抱啊，勝過你千言萬語㗎。